好神奇！给一点奖励。猫真的会把老鼠送给人吗？答案是会的。对，从天性来看，这其实是他们在展示捕猎技能，就像咱们人类在职场上晒 KPI 一样，在猫的世界里，这可是我超厉害，快夸夸我的炫耀呢！你真棒！而且呀，要是你家猫把你当成小奶猫，还会觉得你捕猎能力不行，特意给你投喂猎物，活脱脱一副操碎心的猫家长模样。叫爸爸。不过这大礼咱们人类可有点消受不起，毕竟不是谁都能接受这份野性馈赠。所以啊，要是你家猫也送你老鼠，别慌，这是它爱你认可你的特殊方式，就是这方式确实有点硬核就是了。这么有趣的小知识，快收藏转发给认真工作的朋友吧。